乡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来关心台东美丽馆开发案征期10多档，最近经过仲裁裁定，台东县政府爱摕6亿2900万，甲建筑物买回来。昨昏，台东县长赵庆玲甲县府的人员同齐去拆美丽馆度假村的看板，代表征期结束啊。县府讲，刷倒来会先整理沙坡，明年热天就会开放海水浴，互民众玩水。工作人员小电线进驻去碧南乡富山村的3关关，而且一日一日甲美丽馆度假村的招牌摕落来。上点前期10多年的开发案总算结束，嘛代表这栋建物会由台东县政府8%持有，回归正名3关关。台东美丽湾度假村的主体建物伫咧96年完工，啊，毋过因为宽屏的经济不断无法度营运，业者伫咧107年提出仲裁，这个月20日裁定台东县政府以6.29亿甲建物买回来。台东县长姚庆玲针对仲裁结果表示尊重，而到来现场认真拆除作业，而且表示未来准建物的使用方式会向各方来请教，做出上好的安排。目前，县政府已经甲业者开始办点交，所落来会先来整理海沙坡的环境，预计伫明年热天地当开放，重新互3关海湾在地经济活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中天新闻台的执照，12月11到期。NCC 昨昏针对中天换执照的议题召开听证会，嘛邀请中天的大股东蔡衍明去参加。蔡衍明伊是表示讲，伊一年敢若去中天2-3摆，嘛无甲内部的主管开会，无插手经营，会维护新闻自由。啊，若中天敢有法度换执照，另一日委员会会开会做出决定。好，先加油！加油！讲要捍卫新闻自由，中天大股东新王投资当作蔡衍明出现 NCC 听证会现场，民众也大声喊加油。中天新闻台执照将伫今年12月11到期，就因为这个病毒换照案关系国安产业发展、新闻专业自主等事项，所以 NCC 召开听证会也成为成立以来头一摆召开的媒体换照听证会。如果扣除跟政治性有关的一个部分，其实三立电视台有9件。裁罚次数21件，这边的一个背后代表的意义，绝对不能说中天新闻的新闻品质比较差，不是选择性的执法，就是因为它都是所有民众检举而来的。听证会开始，当天由律师陈述意见，说明公司监视营运不善，才发伤济定议题。根据案情概要来看，当天伫执照有效期限，受罚之处分有21件，获取金额1073万。也毋过律师也指出，20多件裁罚，目前只有5件确定，争讼中的案件无应该成为执照准驳的依据。这位来自法学、团部、民间团体鉴定人也轮流发表看法。对于换照来说的话，应该是基于在这个资源上的善用来说的话，它应该是持续的审查，原则上不是一个一旦给予就永久持续的情况。违规裁罚的案件显然过多，自律内控的机制显然失能，营运显然有不善的情势，它无法确保落实节目制作流程的自律。伫早起听证会完全无发言的蔡衍明，下到答询时间，先讲出经营理念是正道理性、真爱台湾，也讲一年只去中天2-3摆，感觉后劲有下一落期。唔是讲拢听我，你是讲报纸的人较好听。袂啦袂啦，新闻人较好，那么容易管。你会希望讲电视台替你。你唔好甲我涉入圈套嘛，讲叫我来讲我是叫因安尼做，我都无叫因安尼做嘛。答询结束了后，蔡衍明又再次发言，讲家己是真心为台湾好，结果却去互侮辱。中天要关啊！你有没有发觉没有其他电视台报诶？今天才有报嘞。爱台湾呢，都要台湾人日子过好，剩那种假讲的啦。日来听证会主要是听各方的发言，后手也阁会召开委员会讨论。上晚将伫中天执照到期的12月11之前，决议监视的撤照。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换执照的审查叽叽咕咕，外界有人嘛讲指控这是政治事件。啊，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中天并无敢要收起来问题，即嘛是执照到期啊，主管机关 NCC 当然爱审查。
中天新闻要被关台传闻真济，10日 NCC 举办外交审查听证会，支持中天的群众到现场加观察抗议。中天最近也陆续上传影片，表达对被关台的焦虑甲烦恼。立新哥，你朋友最近会不会常常跟你问到说中天要关台的事情？肯定的啊，肯定会的啊。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在找寻台湾神秘，然后比较民俗的一些题材。对于党政没有太大的涉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党政的涉及好像让我们面临要关台、失去工作的状况。中天外交为什么引起这么大风波？有媒体人认为，虽然中天新闻比 NCC 在法超过1000万，不过卫星广播电视法对外交停播的裁量基准也是无解清楚。法条并无直接规定电视台被罚偌济钱都应该关台。NCC 也是说你被罚的太多了，劣迹斑斑，所以考虑要不要继续让你换照。可是话说难听点，就算他被罚了1亿又怎么样？因为没有一条法令说你到底罚了多少应该被撤照啊。加上中天新闻52频道，伫有线电视黄金频段，业者传出至少2间经营业者拢有意愿卡费，种种因素拢被外界看作中天新闻外交已经加做政治风波。中天外交听证讲一讲，苏贞昌是做出回应。对于中天审查的不是关不关台的问题，电视台视频有没有违法，有没有做到他涉台的本意跟条件，这个都是期限到了，要不要换照，独立机构 NCC 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卫星广播电视法规定，业者有执照的有限期限，一摆是2年。中天整一摆换照是伫2014年，当时 NCC 通过换照，有4项附加条件，其中落实独立审查人制度，中天无伫限期内去做。回顾2005年，国内有线电视第一摆换照审查，包含东森电视、S 台等7个电视台拢无过关，也引起政府控管媒体质疑。如今中天新闻换照，搁一摆考验 NCC 审查结果是不是能说服大家？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第18号的中度风台莫拉菲往越南去，离咱台湾愈来愈远，对咱影响无大。来看上新的分图。啊，毋过即阵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还有一个低压当地发展，有可能会变做今年第19号的风台天鹅。啊，若即几天咱台湾的天气是受北边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拢真稳定，是侪云到好天。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恒春半岛有低暂雨。温度的方面，今日各地低温是21度到23度，日时伫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8度到30度，中南部高温也有32度左右，啊，毋过早暗较凉冷。另外，中南部因为伫风尾，今仔日明仔载2天，中部、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甘黑色的级数。咱台湾当咧欠水，南投日月潭的头城水库水位嘛大底，是41冬来上严重的。水利署进前已经甲水库整修好势，啊9月份才打完工，啊毋过拢无落雨。即马头城的休闲农业区嘛无水通用，农民是真无奈。因为欠水，荒地豆仔拢已经打去，农民干那用土大开。你无水食，伊就不会长得很漂亮，就会萎缩掉。我即摆是已经荒地豆仔种了，无水吼，样样要打死伊啊。收成的菜瓜园因为欠水，唔敢搁种，农民报受惊，啊，毋过也是爱来整理这鸡啊。一年较欠啦，嘿，土大大。对啊，这后个叫人芳芳啊来拍。这是南投头城休闲农业区41年来上严重一摆苦旱，头城村15公顷的二期作物因为欠水，唔是打去，就是唔敢搁种，损失惨重。当地居民建议，希望政府能引日月潭的水，阻止农作物来改水搭。洪溪的原理哈，从这个投射坝那边把那个水日月潭的水引到投射水库来，把这个水管再把它维修好。供应规个头城休闲农业区的是头城水库，原水位是668公尺，有效调水量是30万吨。啊，不过苦旱国加上修理停止调水，水位降价662公尺的大水费。水库管理站是指出，这是有史以来上低水费。我们把水放到待水位，10月1号我们就开始恢复供水，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头城水库的修理工作虽然伫9月份完成，不过天公伯啊迟迟无落雨，水库大家看到底，规受限农业区头城甲武顶2个村落，农作物拢受到影响。农田水利署南投管理处规划每礼拜1摆供水，协助解决枯旱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水情案台湾当得欠水，行政长苏贞昌昨昏去石门水库巡查，嘛强调讲，政府已经拨14亿，予经济部要来处理枯旱问题。去年天气无正常，为有石门水库以来，雨量上少一年，北水南调、南水北调拢达到上大量。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到石门水库视察，表示办新水厂2期工程完工，大大减轻石门水库供水压力。若无即马桃园新北更较紧张。这个6700万吨没有从翡翠水库过来给大台北地区用。那石门水库的水就依照过去继续支援板桥、新北地区。那石门水库现在就不是剩下这样的水。苏贞昌承认政府无做好，要求做好水库建设、营运甲管理，也讲到自来水漏水10几年拢无合度改善，伊无凭失败理由要求找到成功的方法，也讲到已经投入14亿启动水井、鼻塘、海水淡化者增加水源措施，确保用水安全。水利署是表示，开源以外，6月到即马也升5亿吨，差不多2.5座石门水库水量，同时加大水库清沙力度，维持公共用水系统正常供水。台中以南的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台南、高雄，从今天开始把它的灯号转成绿灯，就是提醒我们要开始共同抗旱，一起节水。经济部召开旱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1摆工作汇报。根据中央气象局预估，到明年2月到4月雨量会较少，做出决议，请水利署甲农委会明年农业用水强管提早做研究，也请自来水公司针对各阶段自来水限制措施开始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来看《澎湖日报》。全国的户政系统对昨下晡2点开始小倒，所有业务拢袂停袂动，一直到尾暗5点半，拢也未修理好。台中有一对翁仔某自本讲要去办离婚，结果等3点外钟拢办无成，讲今仔日阁要去试看卖。这嘛是户政系统4个月以来第5摆害去。来看《自由时报》。Microsoft 公司昨是宣布讲要投资咱台湾，提出4大新计划，会比照美国的总部规模，伫台湾起云端的资料中心，按算4年内会替咱台湾创造超过3000亿的经济产值。这嘛是 Microsoft 伫咱台湾上大的投资案。来看《中国时报》。NCC 昨昏针对中天新闻台换执照的议题召开听证会，由3个 NCC 的委员主持，7个专家也是学者做鉴定人。昨昏的会开8点钟，袂输是一场新闻自由的大辩论，嘛创下咱国内头一个。来关心台中有一个民众伫这个月初10去注流感的预防针，10天了后身体无爽快，进前有昏迷，目前还搁伫大病院治疗。台中市的卫生局是表示讲，这个50多岁的查甫人豆豆有意识啊，不过也是真危险。咱卫福部长陈时中要求相关单位要赶紧调查。另外，新加坡即马是决定要停止注赛诺菲的流感预防针，不过咱台湾并无按算要对咧安尼做。也没有在吃什么慢性病的药，然后遗传病史就也没有。10月10号去打的疫苗。市内民众家小心来真着急，安怎嘛想袂到，敢若注一个流行性感冒疫苗，却是引起身体无拄好，到即马爱靠呼吸器来治疗。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个市内民众虽然状况有进步，但是也未完全清醒。他的意识状况是比较嗜睡。那你叫他的时候，他下巴会有反应。这个市内民众这个月初10自赛诺菲生产的公费流行性感冒疫苗，却是29出现身体无拄好，20互人送去急救，隔天病情变重，带入去加护病房。26虽然知影人，不过还是出现真爱困，目前还搁靠呼吸器来治疗。这个市内民众互人检查出去治疗真罕见的格林巴利症候群，但是是不是跟流行性感冒疫苗有关系，还搁进一步来化验。我们还持续请赛诺菲跟我们回报拿世界各地的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那我们来做研判。
散热飞厂商26号下晡也发表声明，强调台湾的疫苗拢经过品质检测标准，而且经过食药署检验了后才会使用。截至10月23，疾病管制署公布全国51例不良事件当中，散热飞到12例，无包含姓林的民众，也毋过还未判定甲疫苗有关系。目前新加坡已经宣布停用散热飞等2款流行性感冒疫苗，疾病管制署是表示，目前台湾未法停。台湾，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3家的公费疫苗，到现在已经施打了400万剂，也没有发生类似像韩国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有发生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部分，也都还在跟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也都还在预期之中。曾英雄表示，目前国内自散热飞疫苗的不良反应情况，还佫伫预测当中，会佫了解新加坡是安怎会做这个决定，也请厂商回报不良反应的资料，还佫伫救治当中幸运的民众，台中市卫生局也会协助提出有害救济补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马也搁咧滚价。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300万例，死亡人数有115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咱台湾目前计共550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300多例，日本超过97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95万例，印度超过790万例，巴西超过539万例。伫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15万例，法国超过120万例，伫英国是超过89万例。欧洲的疫情摊翻头，而且愈来愈吃力。西班牙、意大利甲法国过一日新增加的病例，拢比顶一批的疫情也搁较严重。西班牙除了实施宵禁，因的政府嘛希望向各国会当授权，甲紧急状态对15天延长到半冬。马德里的这间酒吧，服务生一个请人客量早离开，然后收好倒啊椅啊，关灯下班。因为根据政府上新的防疫规范，暗时11点都要实施宵禁。La prohibición general será de 11 a 6 de la mañana, pero sí,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podrán modular en función de unas horquillas temporales esa prohibición de deambular o de moverse en horario nocturno desde las 10 de la noche a las 0 horas de la noche y desde las 5 de la mañana a las 7 de la mañana。西班牙爆发第2波的疫情以来，当地新增确诊病例为8月下旬开始，就打破第1波的纪录，了后佫开始一直创新高。目前上侪新增确诊的是伫10月2日，挖近21000人。政府除了推出各项防疫措施，也将要求各会授权，将紧急状态期限为目前的15天延长为半年。意大利甲法国的疫情走势也非常类似，也毋过新增确诊人数佫较侪。意大利伫当地时间第5拜日创下单日新增21000多人确诊的纪录，相关的防疫管制也陆续实施。Bar, gelaterie, pasticcerie, ristoranti chiuderanno alle ore 18, tutti i giorni compresi i festivi. Dopo le 18 però potranno continuare a operare per le consegne a domicilio e per l'asporto。也毋过，毕竟意大利人是真爱享受自由自在生活，政府为了防疫，中客严格管制，所以首都罗马的街路都有大批民众伫政府大楼外口表达抗议。另外，位伫意大利甲西班牙中间的法国，除了累积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西班牙，但是新增的数字为10月初突破2万以来，佫较是一再愈新纪录。24甲25拜六这2天分别新增45000多人，甲52000多人。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新型冠状病毒预防性的问题，美国的防疫专家福奇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讲今年11月底到12月初，就当确诊疫苗敢不是安全？若准是安全的，就使大量来生产。啊，毋过等到疫情压落来，可能要等到明年第2季，甚至第3季。美国总统川普伫电视评论顶竞选活动中，定讲到今年底前，美国将会做出疫苗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个讲法受到不少的质疑。也毋过，美国政府的防疫领导人之一、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认为，川普并无讲唔对。I believe he said that correctly. We will know whether a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by the end of November, the beginning of December. The question is, once you have a safe and effective vaccine or more than one, how can you get it to the people who need i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确定疫苗的安全性甲效果了后，也要用时间制造充足的数量，sau đó来也要解决超低温运送的问题，才当互事先设定的优先顺序接受注射。When you talk about vaccinating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so that you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ynamics of the outbreak, that very likely will not be until the second or third quarter of the year. 也就是讲，要互美国全国伫某种程度回到正常的生活，上紧要到大约明年年中。另外，川普所讲的美国国内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佛奇是有无共款的意见。像德州累积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加州甲纽约州，是美国第一回。为了互民间病院会当有充足的空间收治感染新冠病毒的民众，德州呼吁联邦允准开放军病院，用到感染新冠病毒以外的其他患者，像心脏病患等等。因为佛奇定甲川普总统伫防疫问题上有无共的意见，美国政坛对佛奇的气流也非常好奇。佛奇伫 BBC 的专访中指出，伊只想到做好防疫工作，对外界定提伊甲川普的意见袂下做文章。佛奇认为，这对防疫拢无帮助，伊完全无兴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泰国。泰国的众议院昨昏针对目前泰国的政治危机召开会议，前总理戴克辛成立的为泰党嘛，呼吁因的总理帕拉育爱辞职落台。另外，抗议学生团体昨昏是去德国的大使馆，要求德国政府调查长期住伫德国的泰王敢有违法。将议院议长川立派立落伫议场上宣布特别会议开始，全院731名议员，只有450人列席。流亡海外的前总理戴克辛成立的为泰党主席宋鹏起来发言，当着总理帕拉育的面，爱伊顺应民心，为16个镇压行动甲15个紧急状态令呼起责任辞职落台，也呼吁当局释放被拘禁的示威者，释出善意以结束当前僵持不下的局面。การตั้งยติลักษณะนี้รังแต่จะซ้ำเติม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บ้านเมืองให้มันเลวร้ายขึ้นไปอีก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เป็นทางออกของสังคมได้แต่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ที่เคารพพวกกับผมก็ยังคงมี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ที่จะใช้โอกาสในการอภิปรายครั้งนี้เพื่อเสนอหาทางออกที่ดีที่สุดให้กับประเทศ也毋过，这会议2天的特别会议，揭露示威的诉求恐惊真歹得到回应，因为当局就因定位地非法集会游行。คนในที่นี้ควรต้องรวบรวมสติปัญญาทั้งหมดที่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และหัวใจ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ทุกคนรวมทั้งเลือดรักชาติทุกหยดในตัว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ร่วมกันคิดและทำในสิ่งที่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ที่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สำห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ชาติ另外一方面，国会门外组织数十位穿黄衫的保皇派人士要求议员议场上卖讨论甲红色有关的议题，唔通推行红色改革，伊已经做好保护红色的准备。23暗，那玛扎西外籍拉拢讲甲红校苏迪萨参加那玛故事主龙宫纪念活动，为大红宫用行到绿石宫。沿路有数千名黄衫军跪伫涂骹强行，甚至浸国王红校的鞋仔。另外，法政大学学生团体、法政大学甲示威联合阵线26下昼5点，伫捷运三雅站路口集会，前往曼谷德国大使馆。德国侦情司要求德国当局调查长期踮伫德国的外籍拉拢讲，伫德国土地上行使王权、监视侵害主权的违法作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土耳其甲法国目前这两国嘛咧未拄好。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呼吁因的国人唔通去买法国货。另外，伊嘛批评欧洲的国家领导人，所以即马甲欧盟的关系嘛无啥好。因为伊最近讲的话拢真咸，欧盟嘛暗算要对土耳其提出制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6伫咧安卡拉出席活动，而且伫电视演说当中呼吁土耳其人莫买法国货，而且讲欧洲国家领袖应该拒绝法国总统马克宏的羞辱言论。Şimdi ben burada milletime sesleniyorum. Nasıl ki Fransa'da Türk markalı mal satın alınmayın diyorsa ben de şimdi buradan milletime sesleniyorum. Sakın Fransız markalara asla iltifat etmeyin. Bunları satın almayın. İkinci Dünya Savaşı öncesinde Avrupa'daki Musevilere karşı yürütülen linç kampanyasının bir benzerine
bugün Müslümanlar maruz kalıyor. Ne yazık ki Fransa'nın akli noktada kontrole muhtaç olan liderinin teşvikiyle bu saldırılar yapılmaya başlandı. 法國總統馬克宏伫咧告訴拍鐵迄案發生了後，講要打擊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埃爾多安自上日是針對法國總統馬克宏人身攻擊，表示講伊應該去看醫生了後，若突發的關係變歹。後面一個嘛攏批評埃爾多安的言論，而且表示，若是要繼續甲後面保持對話，應該停止槍聲。Contre la Union européenne ou les pays membr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on doit réfléchir un peu plus sérieusement qu'est-ce qu'on va faire sur cette action et sur cette déclaration. Whereas the increased confrontation will bring nothing to anyone. 斯塔诺日内表示，伫咧埃尔多安这发言了后，无排除召开后面部会紧急会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顶礼拜，美国政府才宣布要卖武器予咱台湾，即马又搁宣布要卖100粒汽车反舰飞弹，总金额大约是23億77萬美金予咱台湾。这是美国一禮拜来第2擺宣布要賣武器予咱台湾，嘛是美國總統川上任以來第9擺賣武器予咱台湾。美國拼經濟嘅方案無啥效果，加上即馬疫情直頭咧拖，引起市場無啥信心。在9月初3，因嘅總統大選變數嘛真大，結果真歹按算。第四美國股市攏大落，三大指數收盤攏收烏，道瓊工業指數收盤甚至跌超過650點。來看由日本各地對咱台灣較友善嘅議員做伙發起嘅台日交流高峰會，昨昏佇石川縣嘉禾市舉行，嘛有宣讀嘉禾宣言，嘛頭一擺建議日本政府愛量早制定台日交流基本法，促進兩國外交。來關心面對中國嘅威脅，咱國軍對去年開始每一季攏有實兵操演，這一季嘅戰備周對昨暗10點半開始，會進行5天4夜無休喘嘅戰備訓練。陸軍各單位當咧準備開始第4季嘅戰備周，包括 CM33 運八架車甲雷霆2000外公嘅火箭，攏會參加這屆戰備周。面對強軍最近嘅恐嚇，算是國軍戰備外一款嘅戰備周操演，拄日啦暗時10點半到30，連續5天4夜，佇咧各作戰區開始，採取實兵無實彈嘅方式來進行。這個演訓任務包括戰略防護、濱海決勝、甲談話佔着3項作為，由華東第2作戰區甲北部第3作戰區來拍頭陣。根據了解，屬於陸軍航特601旅 AH641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甲 UH600M 烏鷹直升機各一隻。29早起會降落佇咧新竹高鐵站邊仔嘅空氣品質淨化區，實施熱加油、熱掛大等等戰時嘅補給任務。中華民國空軍廣播為台灣西南口域高度2000公尺中共軍機注意，一進入我口域影響我們安全，立即回轉逃離。啊，毋過中共軍機日早起8點外，閣去互記錄到前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去互空軍公布區裡，國防部佇咧即時軍事動態證實，分別是一隻運八反潛機，甲一隻運八技術偵察機。這已經是10月份以來第20屆中共軍機擾亂台灣，而且離別航空被東沙島的軍包機嘛拄着返航甲天氣的問題，日頭才完成報備。定佇日頭早起8點20分起飛的離別航空包機順利啟停，佇咧9點44分到東沙島，而且佇10點39分登來高雄。這一趟的航程目前就是保持正常。有去跟哪一方，就是香港方去做聯繫或者接洽？我們按照立榮航空通知我們的部分，我們做一個準備飛行，然後我們今天正式飛往東沙。佇這進前，原本定佇15個定期航班去香港區管中心要求返航，電公司都查找到資料，東沙島的航線已經停止半個月。記者綜合報道。其他消息來關心，高公局甲國道1號台南的3個交流道出口的預告標示，甲自本的地號名，即馬改做路名，互人看甲霧煞煞嘛引起批評。高公局昨昏嘛趕緊過去解決。民眾經過國道1號高速公路到台南，準備落永康交流道，卻是發現標示牌寫中正北路，這到底是叨位？連在的人嘛霧煞煞，一直講真困擾。如果改路名會不熟悉，會超過，會
会造成不便。永康跟仁德是一个地标啊，现在改成路名的话，那我们这样子也很容易那个下错交流道。那永康交流道改名，沿国道1号国路南用230年路票的台湾交流道嘛是同款改做复兴路，但是有人认为讲改票时其实会让外地民众较好认路。有时候到南部来就觉得说，他们的交流道那种名称跟我们不一样，就觉得会有点不太习惯。对，我们是觉得这样还不错啦。外地人听到大湾是什么，他怎么会知道？他找不到路啊，所以他当然外地人是看路名。原来高速公路局进前参考台北、高雄市区路段，以交流道连接路名来做标示。其中台南市境内永康、台湾，也有台南交流道，分别改做中正北路、复兴路，也甲中山路交流道，却是引起民众赞成甲反对的看法。台南市长黄伟铁是质疑讲，用230年的标示向向改名，看不出有这必要性。高速公路局26号表示，台湾维持旧名，台南交流道改做仁德，永康交流道改做永康台南北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应到一般民众用路人的一个诉求，至少是让人家可以辨识到原来的这个交流道名称，这点我们表示欢迎，也表示谢谢他们。像这样的标示，第一次就把它做得清楚明了，这个难道做不到吗？闹了一个大笑话，严重伤害到政府单位的诚信形象。台南市长黄伟铁表示，高速公路局伫第一时间来做出修正，表示肯定。也毋过台南市立委甲市议员是批评讲，高速公路局浪费公款，应该加听地方的意见，甲当地政府协调，才当避免同款的代志再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交流道的路牌改名引起民众骂架，高公局表示会改路牌，嘛是接受民众的建议，想袂到改了颠倒害，嘛强调讲后摆假乖会先甲地方参详。用几十年的台南交流道为什么要改名呢？高公局证实是台南在地民众向高公局反映，台南升级了后已经无台南县市之分，到新营都已经是台南，所以开过永康交流道才会看到台南交流道。高公局甲当地养护单位开会讨论，以交流道附近道路来号名，想袂到却引起大反弹。其实都已经在台南市了，那可是我们的标志牌面呢，还会一直在指引往下几处是属于台南哦，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说，希望是说，这个台南应该很早就到了，而不应该就是到了永康以后，那还有再往台南的一个指标。高公局表示，过去交流道号名拢是按照法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定来设立。以联络道路两边的重要城镇，距离人口城经发展程度，选择交通需求较大的地点，像这当时标两个所在，应选择附近有名地点标示。除了台北、高雄以外，台中市要以台湾大都道路号名作为出口标示的前例。不过，亲像惠乐岛的分林，都是以虎尾岛南这地名来标示。这摆台南交流道改名引起批评，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既然造成不方便，就要搁改善。讲台南好像整个台南市都是，那也可以用就是它的这个东西南北区，再写得更清楚，这样就不会去这个在这个交流道就出现了很多的类似中山路、中正路这个几乎以前每个乡镇市区都有的。进前国道2号因过捌到十道口指示标志，赛车人要万言写伫道边的地名煞标示往这边行。经过交通部文件所建议了后，高公局已经改善，未来会清查各交流道现况，依照无同款的情景来调整设置，也加强甲地方政府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嘛是伫台南，即阵是雪目鱼大出的季节。为着要推销在地雪目鱼，台南伫逐年拢会举办文化节。今年活动由客家区公所拍头阵，一系列的活动，互民众有食阁有耍。用新鲜的雪目鱼做披萨，吸引侪侪民众参与。台南是台湾雪目鱼的大产区，台南市雪目鱼文化节会由台南各区公所小连续举办，透过区域合作，做伙推广在地产业。咱的雪目鱼伫咱全台湾产量同大，咱台南市呢产量有差不多28000公吨养殖的面积才有4700公顷啦台南市有5大区咧饲雪目鱼，对咱的客家个北门七股将军甲安南区咱这个月陆续拢会当推动这。
今年活动结合五大产区的特色，以沙巴鱼文化、在地食材做主题，现场有免费的试食活动。主要项目有3项，第一项就是咱沙巴鱼丸免费输出，免费输出。啊，第二项是咱沙巴鱼迄个披萨 DIY 的现场制作，啊，第三项就是咱沙巴鱼迄个免费发放。对现主时开始到11月初7，每一个周末，各区公所拢有沙巴鱼产业文化活动会当参加。主办单位邀请大家趁假日时来台南品尝在地上青的沙巴鱼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在要当前8月初8，莫拉克风台伫屏东县受灾原住民部落刷到外界寄付的永久厝，不过有一寡村民无分配到永久厝，即马因想要转去甲亲人做伙生活。即马屏东县政府甲议会就有修改住地条例，要开放互当当时同款有所谓的族人会使伫永久厝的边仔起厝。2009年8月初8迄一日。风台莫拉克省长南部，几落个住伫山区附近的部落做大水，真侪人失去因的家园，佮有亲人。透过外界寄付，屏东有起7个基地，计共1320间的永久厝。当初时无分配到厝的村民，但希望会当和部落做伙生活，因为安尼县府和议会打合，修正通过住地条例，开放当初时受灾的族人通申请家己起厝。很多兄弟姐妹都还没回来，没办法回来。如果有这个政策的话是最好的。感谢有一些族人啊，愿意为我们这些还在外面的弟兄姐妹，然后可以来申请这些东西。条例通过，唔但会当保留部落的完整，亲人总算会使团圆。听到会使转来部落起厝，真侪人拢真欢喜。不过要起嘛是有条件的。你现在的永久屋基地里面，你必须要有剩下的建地，这是一个前提要件。那第二个，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解决当时的集体迁村的部落，那所以第二个资格就是说你必须是集体迁村的部落。县府做初步的统计，想要家己起厝的家族有上100户，申請者就家己存起厝的錢。虽然厝體所有權是申請者的，不過永久厝袂當買賣。修正條例上緊伫10月中旬就會公告，安怎執行，時到閣會和部落開會討論。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的河川真濟，風景嘛真水，也毋過河川的本數嘛袂少。水利署第3河川局最近就200個志工伫台中的白雅溪舉辦抾糞掃的活動，真正嘛清出大大細細糞掃。对草埔捡到这么大的生命危险，有人捡到乌多摆的零件，这大细项的粪扫，拢是对这条白雅溪的溪仔墘清出来的。整台摩托车的零件，几乎外壳，还有就是整个客厅的那个摆饰都有。做这个净溪，我们就可以让筏子溪逐渐恢复它最初就是没有受到人为干扰的生态，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现在原本都已经看不到的原生种的动物、植物都可以逐渐复苏这样子。现场200个志工，有人专工带囡仔做伙来，大家哪清粪扫，哪欣赏这条溪的生态。上重要的是爱提醒民众对河川水质保护的重视。我们11月7号的全国河川日呢，我们一系列的来举行。我们是希望我们全国的百姓能够认识河川、了解河川、喜欢河川、维护河川，进而呢大家来享受以水共同生活的日子。因为11月初7是全国河川日，水利署小连续举办净溪甲宣传活动。台湾有足侪美丽溪水，不过正需要民众的公德心。若无搁较侪净溪活动，嘛是无采工。记者综合报道。本下新眼界来看，咱台湾徛伫东亚主线的航道顶端，自古早以来，港口就是咱台湾甲国际直接的大门。东岸管理局即马是举办吉人港、高雄港的文物展览，来看咱港口100年历史。
大船入港，船雷声响起，这个时阵领港的船就爱驶wat来，爬去大船顶，引导船安全驶入港内。这里有引水人正要登船，那他们形容他们在靠近船的时候叫做碰碰船。用影相甲互动式的展览，互参观的民众了解领港这度的辛苦甲专业。互动式的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AR 的哦，那当然也有一个 VR 哦。那 VR 的话呢，就是介绍这个饮水人啊怎么样去从事他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在这个AR 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可以看到那个饮水人呢怎么样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呢登船哦。这边的香港东岸展览，除了码头的报关进出、港口检疫等等，也有基隆港甲高雄港自清朝开港通商以来，码头的扩建、战争的毁害、转型才发展历史。咱对1919年这侪相片，咱辛苦，咱的开发，咱迄个经济的发展，拢会使对这看到。在互动上面都做得蛮多的，然后加上。有一些像那个小朋友的积木，我觉得它就是不是说只有研究者或是大人才适合来看这个展，就算是小朋友他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参观展览，然后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台湾四面环海，港口是台湾甲世界连接的重要门户。主办单位展出头摆公开的国家级港口计划图、100年来的相片记录以及航运等等的相关知识，希望伫海岛生活民众对港口有更较深入的认识。伫行政院新增联合办公大楼对现主时开始，等到明年5月底。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新北市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咱政府明年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卫生部长陈时中是表示讲，会增加查验的数量甲力头。另外，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有举办公听会，3个前候任的农委会主委拢有参加。经主委陈宝基就表示，伊嘛批评讲，咱政府就认定国内禁止使用300种，为什么佫会当开放有300种的美国猪肉进口？伊无生男育女。伊无子孙，记者了立法院进行美国猪肉进口审查公听会，猪农甲民进党立委曾水雄互相呛声，参加也有学者专家甲3位前后任农委会主委陈宝基、林享玲甲陈吉仲。陈宝基伫2011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就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牛进口，伊表示家己应体谅即卖主委陈吉仲的立场也提醒，既然农委会拢已经公告国内禁止使用300种，卫福部煞温准进口互相违背。宣布成为禁药是绝对不可以定进口许可。如果这个东西一破了以后未来谈判那就很麻烦。国外的莱克多巴胺的这样的安全容许量，在卫福部订定之后呢，我们是可以进来。那其实这4个原则。陈吉仲表示，会制定进口猪肉残留标准是依照2011年食安法第15条，当年已经放令主管机关应制定动物用药安全容许量。违反委员会是去台北港考察了解边境查验机制，卫福部长陈时中指出，基本流程不变，会增加查验密度甲强度。前5批，我们都每一批都会抽。那然后如果过了5批都合格，那本来是进入到20到50这样的一个抽批，但是我们直接就用50%来抽批。边境查验经历以109年来看，基隆港16人上济，桃园机场23人，高雄港13人，台中港5人，佮加上昆阳办公室10人，总共81人。那也立委是怀疑因着要如何来应付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佮提议，整体货品何力来补强。也可以解决短时间内如果没有办法增加足够的人力、经费、实验机器等等，你们可以更有效率的。它是要查说这个东西是否安全，而不是说是否藏有某种动物或植物用药，因为这样子的话会造成一个贸易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为进口肉品开箱查验甲报关，政府如何把关？挑战才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咱台湾人平均一个人大概是一年开健保3万的健保费。嘛发现讲有一寡住伫海外的台湾人，等来台湾了后才加保，嘛软健保康胖，一年开健保225万。
医生替病人洗喙齿，先来处理其他喙齿问题。气管医师讲，最近真侪患者是受疫情影响，回国的入国海外人士，大部分返来台湾恢复健保了后，就进来看喙齿。台湾有健保的关系，所以就治疗的方面的部分，费用一定会比国外来的便宜啊。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发现，近年来第一期停保以及复保的人数，对2017年的86000人，到去年已经超过9万人。停付宝他们回来大概用的医疗呢，牙齿的疾病居多。那再来第2名大概就是急性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另外，在2018年已经度集体保回国了后，搁再加保就25000人，其中健保就医人数占12000人。而上罕过的是，有人在1年内用掉健保就医的金额是2254000块，是民众一年平均健保费75倍。搁再来是1912000块加1787000块。因为依照现行规定，出国无满6个月必须缴所有的保费，而出国6个月无满2年，会用办理停保。停保期间无需要缴保费，而出国满2年的人会先度集体保，等来台湾满6个月将搁再加保，保费免对缴。医改会认为这是其公平原则。不孝滥用健保的情况，是不是可以透过出籍后不再复保，或者说有什么有条件复保的情况？出国就是说在4年以上回来的这一群人，他如果要在就是行使他这个看健保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权利的情况，他应该也是要把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没有在台湾期间的这个保费，应该还是要把它补缴完。卫福部长陈时中8月9日提出，要将海外收入纳入保费计算。健保署表示，要搁再研究，并且宣示10月纳入健保改革讨论。健保署表示，如果海外返来台湾复保就医超过100-200万的健保给付是特例，而停保复保的人，这阵保费收入也是比支出较多，对健保财务也无马上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一张股票是1000股，若是无够1000股的，就叫做蓝山股。台北股市盘中的蓝山股交易伫昨昏开始实施，也毋过敢若会使用电子交易。盘中蓝山股买卖26开始实施，小额投资人将会使买入吸得到一股就要几100块的股票，若是一张10万块的珍贵股票，即阵只要用100块就使买入一股，点负担的金额分散入场，真简单就使操作买到。年轻人就可以买得起比较高价，可能台积电或者是0050那几档。即阵开放盘中就使买卖，对9点10分开始头一摆买卖，刷来每3分钟一摆。伫1点半收盘进前，会使买卖88摆，加上原本盘后交易一摆，总共有89摆，可望吸引更加多散户来入场。如果零股交易变成很方便的情况之下，很多高价股的一个族群会吸引一些散户去做加码的动作。分析师讲，过去蓝山股交易无方便，流通性无好，开放盘中交易了后，应促进资本市场少年化。不过，什么速度来有大股交易量，依然爱观察，因为小额投资有限，也是难以影响大盘。记者综合报道。伫卡达首都的哈马德国际机场，伫这个月初，伫机场内底便所发现讲有人生囝了后，甲红婴仔放杀。为着要找出到底是谁生，机场即马是竟然要求航空公司去检查飞行机顶13个澳洲的查某乘客，甚至爱因烫衫做检查。澳洲政府已经提出抗议。This is a grossly disturbing, offensive, concerning set of events. It is not something I have ever heard of occurring in my life, in any context. We have made our views very clear to the Qatari authorities on this matter. 针对13个澳洲女乘客伫卡达去互无礼貌对待的代志，澳洲外长是讲淡话。这件代志发生伫咧这个月初2，迄当阵卡达首都杜海哈马德机场人员伫便所内底发现炸散的红婴仔，为着要查清楚妈妈是谁，机场对有可能使用便所的女乘客来开始调查，包括迄当阵已经去哩卡达航空飞去雪梨邦机的13个澳洲乘客，因互带去天基病救护车顶悬。方便甲下半身的衫裤脱掉，进行侵入性的检查。事尾有乘客向澳洲电视台投诉，规件代志才去互公开。这个受害者讲，因完全无去互通知检查的原因，真侪人拢感觉无爽快。一个较少年的女性倒来飞行机顶悬了，搁伫哭。这件代志嘛，互邦机前4年警察来起背。目前澳洲政府已经要求卡达政府提出报告来详细说明。若是这件代志敢是有涉及性骚扰，嘛爱等待调查。In your very carefully worded statement, you said that that women were subject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circumstances in which free and informed consent could have been given. Are you suggesting that the women were sexually assaulted? No, Andrew, I'm not suggesting that because I have not seen the detailed report of the events. 哈马德机场是透过声明指出，迄当阵是因为医疗团队烦恼讲这打死囡仔女性的安危，所以才要求讲要找出这个女性，目前这个红鞋是交予社工人员来照顾，健康状况真好。卡达航空是讲目前无接到相关乘客投诉，国际特赦组织是认为讲这件代志严重侵犯女性的人权，需要进行彻底甲独立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用网架动画陪大细汉大汉的网工厂，今年成立已经25档。伊即摆伫法国的巴黎重新展览过去经典的作品，亲像囡仔人将介意的史瑞克、马达加斯加这原稿，即摆拢会当看到。无论是甲经典故事无共的史瑞克，还是充满中国风格的功夫熊猫。或者是动物大逃亡的马达加斯加，加以放假的观众一定对这电影真熟悉。即马一挂经典的作品，伫咧法国巴黎搁一届来出现。正版的作品《分类来客》，打入门就那像今日去奇幻世界。真有名的网架公司网工厂今年成立满25周年，因特别结合25年以来的心血，伫咧法国巴黎免费展览。Pour chaque film, ils repartent sur un style différent. Donc ça, c'est assez passionnant. Et les artistes expliquent pourquoi. Les artistes expliquent que quand ils veulent partir sur une direction comme ça, même si elle est très bizarre, le studio les encourage. Donc c'est assez passionnant. Et c'est pour ça aussi. 1994年成立的网工厂，虽然总部伫咧美国，啊，毋过旗下的艺术家是到世界各国来的。因为题材风格真多元，25周年的展览当中，除了有珍贵的手画稿，真侪数位图嘛拢头一届公开。作品相关的故事传说、创作者的访谈，还佫真侪幕后的故事，拢看会到。策展人指出，展览除了互大家想起网工厂的作品，嘛展现网架的艺术价值。Donc c'est un art contemporain majeur. Ce qui est fantastique, c'est de voir arriver des enfants, de les connecter avec l'art. Notamment, ils arrivent ici et ils voient au mur des personnages qu'ils connaissent. C'est très revalorisant de leur montrer que ce qu'ils aiment, c'est de l'art. 展览原本定伫咧3月份开幕，啊，毋过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转来延到10月中。巴黎登记会到11月初，了会刷去瑞士继续展览。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地球顶头有真侪所在，生态甲环境拢在恶化。科学家透过人工复育，在抢救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最近有传来好消息，包括南美洲智利的特有水鸡，也有澳洲怀氏海马，拢有复育成功。甘也个会记咧，去年公司捌报道过，玻利维亚有一只强要绝种的畜牧水鸡罗密欧，独身10年了，总算找到伊的朱丽叶。敢若生活伫咧智利北部矿业城市卡拉马附近水域的罗亚水鸡，嘛因为过度开发，溪流去污染渐渐打起，就强要绝种。去年9月份，科学家伫当地救出14只水鸡，送去首都圣地亚哥动物园来进行培育。其中12只拄原本营养不良、佮失水，已经成长甲真勇敢，而且顶日仔开始交配生卵，目前已经有200多只大罐也孵出来。Esto no habría sido posible si no hubiera sido por el trabajo incansable y muy dedicado de los trabajadores del Zoológico Nacional, que tuvieron que incluso replicar las condiciones exactas del agua que hay en el norte de nuestro país para poder mantenerlas con vida. 研究人员讲，所落来挑战就是要重新复育水鸡生态地，较好互因返去大自然。啊，若是伫咧澳洲，保育人员5个月前伫咧雪的外海等铁人落去来做海马人工旅馆，甲95只强要绝种的怀氏海马仔野放了后，即马嘛已经看到成果，海马仔已经大汉，而且特别来迎接生态季节，这嘛证明讲人工旅馆有效。As the steel itself sort of degrades away, a lot of epibiota, so corals and sponges and encrusting sort of marine organisms sort of land and take hold onto that structure, and then that grows into a really sort of suitable habitat for seahorses and a really good environment for all the food that they'd like to eat. 澳洲东部1500公里长的海岸线，原本是怀氏海马这种原生物种的生态地，啊，毋过过去10年之间，受到船甲人类活动的严重破坏，怀氏海马生存是变甲真危险。保育人员希望透过海马数量增加，迈当进一步帮助因甲生态地找回来。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你知，这两天咱台湾受北边高压的影响，天气袂歹，拢是侪云到好天。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是20度到2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